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今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934个人受伤，也有56个人跌伫内面。地震造成交通大拍架，这台铁所有新站到凤林、安顺饭店过后会当单线抢通，迄个明仔载中昼会当恢复到双线通行。今早起地震是9.1大地震了后25年来上大规模地震，国际媒体也拢关心台湾发生地震。今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934个人受伤，也有56个人掉伫内边。若讲到这花莲是真严重，其中天王星大楼规栋是塌落去，也传出有一个民众掉伫内边。特殊大队下晡也甲一个姓康的查某民众找到。发现讲，伊房底伫咧大条下骹已经无生命现象啊！啊，若讲到这栋厝呢，下晡也先用巴掌甲这厝塌掉的，避免厝继续起起。另外，伫咧花莲的北滨街也有一间厝是起甲真严重，住户也用30分钟入去看物件，县政府要透明甲这厝拆掉。地震来的时阵，敢是去翕到路人的人甲车。地震先用摇的，煞来用心的。停伫咧天王星大楼边仔的头一只车，乘客有紧走出来。外底徛伫咧边仔咧看的民众，发现大楼要崩起啊，就3步做2步，紧要闪开。无甲一望领就规个用蓬蓬。各位大楼的头前边看，厝崩起的时阵，短几啊秒钟，地下卡全咧消失，规个是硬架。那栋楼真的倒了啦！大楼的管理员表示，头一届地震的时阵，厝看到就强要崩起；到第二届喊甲真厉害的时阵，规栋厝雄雄起起。楼层较低的所在有人先走出来，毋过较悬楼的所在有人掉伫遐。经过好运了，你落去就崩啊！花莲县消防人员除了加推，互部分受困的民众会当直接爬出来。毋过住较悬的居民，都要靠分推车落来。救援人员嘛赶紧入去救人。会当看到规个楼地板起起，真好保持平衡。壁嘛比较真厉害，甲受损，因为门口嘛变形，干来当用家私破坏才会当开门。小心小心，后边有会动啊！太险了。加到大拢起一边，规涂骹嘛，拢是红毛土架。搜救人员要是顺利引导受困的居民疏开。这里哦。1楼了哈。哎，到了。辛苦你了。不会。下晡县府再巴掌角来，希望暂时甲大楼退掉咧，避免大楼雄雄崩起。救援人员拢总救出20多个人，不过传出有一个人若像倒去救伊的动物伴，全失去联络。这个失去联络姓康的查某人，8点11分的时阵加入去大楼，15秒了后大楼就倒去。搜救人员下晡有发现生命现象，不过大声话拢无人应。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初判说，他15秒的时间不会走到2楼去，所以大概可能在1到2楼的2楼有一个夹层。下晡3点半，联合搜救队找到这个受困的人，伊去有条啊地咧，初步判断无生命现象，因为烦恼体悬甲人救出来会有崩起的几率。该位厝的北肚边挖过甲救，也若伫北滨街的公寓，有一间伫1楼的早顿店，是规个房底变去。代志发生了后，3楼的居民嘛为空棚内底紧走出来，因为县府建管科通知，下晡开始拆这栋大楼，而且会透明进行。伫要拆掉进前，互住户30分钟倒去款行李，不少民众是赶紧走倒去摕物件。小姐，你进到外面点带小孩比较危险哦。想要帮忙的话，帮忙。地震发生的时阵，会当看到亚洲水泥厂区，嘛规个真营业。目前矿区下骹的部落一切拢平安。现在台泥嘛表示，规间工厂当伫检修当中，以当人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场地震造成苏花公路真侪路段拢崩起啊！也亲像这中德路段也发生大规模走山，大清水磅坑外口车路是规个跌落去，跋都通过。另外，也有这货车司机经过大九线所互电落来石头击到，也有爬山的民众伫咧德卡伦步道爬山，互石头击到死亡。真侪车路是当做过，民众掉伫内面，无法度落山。地震！山崩地震！第一短短时间内，规个天摇地动，山面是大规模崩落去，场面看起来是真惊人。重大地震，塌方。地震海阁真严重，大高线中德路段是大面积的走山，对海上看过去，规条山都互黄山搭条咧，看无清水断崖伫倒位。直升机对空中勘查，土石是一直落落来，规个拢是硬蓬蓬。所有路拢断甲真严重，真侪路段灾情严重。大清水隧道外口规条路拢塌落去无去啊！或者隧道停车场个人互石头牵着。我们有一位林长在那边工作扫地，那他说。
当场就看到落石砸到那台轿车是租赁车，那车上的乘客就死亡。更较恐怖的，佫有这拖到旧西伫的苏花公路山顶的石头，忽然间落倒来，互司机是当场死亡。后壁车是随达东啊嘛，互土石撼着。另外，佫有爬山的，伫泰鲁阁国家公园的水路高度在爬山，其中3个人互落倒来石头撼着无命。土石的崩落，所以有3位在追鹿古道，这个受到我们山崩的部分，也目前已经 OK。这个大地震，敢若伫苏花路龙，就造成几啊个人无命，包括台9线、台8线、台11线，崩山的情形拢真严重，真侪民众嘛因为安尼受困，亲像伫泰鲁阁，包括远看的游客在内，佫有1000人也无法度落山。另外受困伫惠德隧道北边的40个游客，公司是派车去甲因接，因路嘛有看到涂骹拢有真长的壁碰。他们并不是愿意离开，因为他们在考虑自己的车困在隧道内，想说等路通的时候可以接。但警方呢，最后是考量他们的安全，以强制力希望他们能够上车。现在目前全员都在撤退中。强制请他们上车，移送到安全的地方收容。警察一直甲因口抗，因为有10几个人本地阁无想要离开，看到对方无要配合，警方落尾是动用公权力，甲人拢撤离到安全的区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早起发生的大地震是921大地震了后规模上界大的地震，这上大的震度是伫咧花莲。气象署表示讲，未来3天内有可能会出现规模6.5到7的地震尾。不过，这届有6个县市无受到国家级的地震警报。地震中心表示讲，预测模式针对这6个县市的评估有一寡走精，这部分因会改善。来讲到这大海上的警报，伫中昼进前就解除啊。屏顶县的话一直摇来喊去，突然大台影印机就煞废，民众想起地震也阁心惊惊。初三早起7:58分，这个地震规模达到7.2，上大地震震度6级，落伫花莲、宜兰县、宜兰市5级，为北甲南全台拢有感觉的摇。9.1它是发生在陆地上，南投集集那个位置，它的规模是7.3。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规模7.2，这个地震是9.1地震发生2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震。地震预报中心指出，这地震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地位北淹没到欧亚大陆板块以下，地震位浅到深拢有。这是台湾为921了后规模上大的地震。根据地震中心统计，台湾规模6到7的地震，一年差不多会有2个到4个。按过规模7以上的地震，因为真少发生无统计数字，所以地震发生，地震中心也发布海中警报。按过海中坡有过未超过1公尺，只是这地震造成全台真侪所在传出灾情，也有6县市，包含双北、基隆、桃园、高雄、甲屏东，拢无受到地震国家级的警报信息。我们是用极短的时间，也就是说地震波前面1秒的时间去预估这个地震的规模，还有它的相对震度，所以在预估值上面前面是低估了，就是第一报是6.2，用6.2去算后面的震度是相对小。地震中心表示，花莲这地震是地震好发的所在，未来3天内地震能量也会陆续释放，无排除会有规模6.5到7的地震尾。蔡总统表示，会请各军提供支援，将灾害降到上低。按过任何地震有关的消息，拢爱细致查证，确保是正确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发生大地震，这台北捷运、高雄捷运也拢暂停营运一段时间。来讲到这火车的部分呢，代替表示，东部干线受到地震影响，宜兰大溪到花莲凤林之间也拢先暂停。而高捷苏澳新站到凤林之间暗时12点会完成单线抢通。若测试透早呢，头一班车会当恢复高频运转，中昼进前恢复双线通行。花莲到凤林之间也启动公路接送。台北捷运文湖线车厢又搁真厉害，有10外秒，车顶人真紧张，有人摇岸边扶手，有人直接移开位，伫走道खु落来。有人去捷运停驶位面，大家经过疏散行伫轨道，真危险。也有人伫干道站落车的时阵，看到站内不少太路那个回头卡。台
台湾东部海峡伫车站早起7点58分发生规模7.2强烈地震，台北捷运公司马上宣布暂停营运40到60分钟，经过巡检已经全部恢复正常。高铁也全线暂停改用降级运转，伫下晡1点53分恢复全线运转。高铁表示，车站因为地震，取消44班次列车，加开22班次行行。民众只要买因为地震影响的班次车票无经过使用，因为这车子开始1年来到各车站卖票的所在办理退票免手续费。我要去台中，那你本来要搭几点的车子呢？8点21，应该 delay 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我们要到高雄，我是看手机，好像是所有的车子都好像有。台铁东部干线因为地震受严重影响，宜兰搭客到花莲凤林之间停驶，也有真大石头地伫铁轨路顶悬，北回线2个路段全线暂停，后不少人原本要回乡或者是旅游的民众，行程受延误，只好改票或者是退票。现在车一直delay，所以只好退票。现在可能就要往南回，或者就是跟亲戚一起并车回去吧。目前台铁赶紧咧抢通，有高速新到凤林之间西正线，会伫车站暗时12点单线抢通测试，小班车应恢复单线运转，中途进前恢复双线运行。花莲到凤林也启动公车专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发生大地震，这声交通大乱，不管上北落南，民众拢爱靠一连才当到北部。内政部长林佑昌就表示，会紧急增加这无人机帮，也有船帮，也答应会赶紧抢上铁路。咱若讲到台铁这高雄往回台东的新竹公府，今仔日也开放客票，加强疏运旅客。对向路南的车流是平常时的几啊倍，受到地震的影响，大桥线伫花莲甲宜兰有几个路段放弃，路袂通。地主原底要上北的民众，干来当伫台东关山西环头，改往屏东甲高雄的方向去。平常没有那么多，因为车子不能过了嘛，我就不往高雄了。花莲要上北的路袂通，沙石车、清明回乡的民众等等，都拢爱行远路。有货车的司机为宜兰送回去花莲了后，拄到地震，即马伊就爱落南踅一轮，才有法度转去到北部。增加十几个小时吧，11、2个小时吧。上北的路拢袂通，花莲的交通是真无利便。国民党立委鲍坤基呼吁中央，都要紧急增加回人机的基抓。我们看到至少有4、5个地点，摊下来的路段都非常的长，不止桥段，而且那个石头是埋掉整个路段，甚至连路都看不到。这次的地震在早上发生那个突然，那班机的一个加班数量可能会很有限。除了增加回人机的基抓，海运的部分下晡3点开始开放民众登记台北快轮，因为紧急加开的船帮，干来当甲汽车为宜兰所学再去花莲，民众都要家己搭火车，这嘛有民众感觉真无利便。问题是火车有开，现在好像也开啊。空运甲海运拢投入资源，不过也是有班次无够等等的问题。下晡伫台铁高雄火车头，有一个家长伊的囡仔伫花莲读册，伊真着急去火车头问看敢有代替交通。本来学校都已经订好了，结果现在一切都没有办法回来，小孩自己一个人在学校，我们做家长的很担心。为了赶紧疏运，台铁宣布，车站往回高雄到台东、新竹公和 EMU3轻型全部开放客票，而且按算车时早起，凤林往花莲这段会修理好势，到时就会当为高雄搭火车去花莲站。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发生大地震的时阵，拄好是台中市和平区往梨山中华便道的通行时间，却向这山崩落来，造成12台车、21个人掉伫咧内面，也有2个人受伤。到下晡为止呢，有6个人掉伫内面。另外，苗栗泰安崩落来石仔击到3台轿车，而且有民众去八角山的时阵撞到地震。药管处也提醒民众，若准无必要，就较莫入去山区。路面拢是搭倒来的石头，车是无法度行，传出有人受伤，消防人员是用行的去救人。救援人员较紧，甲49岁姓刘的驾驶送病院，伊方救出来时阵伤势是真严重，意识嘛袂清楚，目前搁在救治。另外，搁一个查某驾驶嘛，因为互搭倒来的石头牵着手着伤。台中和平的中华便道，初三早起当在开放7点的时段通行，忽然间发生地震，当时造成12台车、21个人受困，一直到下晡，搁有6个人受困伫内面。公务段明天会再持续进场做抢修跟处理的动作。
也在明天会再确认一下中横便道后续可能在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开放给民众通行使用。各关干部单讲，已加派机构抢通，各关往德基迄边已经抢通到6.7公里处，但是目前19到23公里遐，嘛是一直有石头落倒来，无法度通行。目前便道敢若会当出去，无法度入来，全线管制。地标立泰安的标62线10公里处，我传出落倒来石头，甲3台车陷甲歹去，好甲再无人着伤。另外，伫南投信义的准大拿道和99峰，嘛拢有土石落倒来，好现场是烟蓬蓬。另外，玉山的主峰，有所有只拄爬去咧上顶悬，就拄着大地动。我真的要吓死了！抓着！我真的要吓死了！在上面停留一下，然后也是先收到警报之后就开始晃动，然后晃得很厉害这样。另外，嘛有所有翕到玉山的主峰，往玉山的南方山上有放落来的情形。玉管处讲，目前因管理的这游客中心虽然无灾情，但是无建议大家入山。地震之后还会有余震发生，所以我们也请山友，如果没有必要，也请勿上山。玉管处讲，目前各地园区的爬山队有192队，拢总624个人。虽然无禁止入山，但是大地动了后，土就是真软。那山友嘛是想要入园，都一定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发生大地震，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那日本媒体 NHK、联美联社、路透社等国际通讯社，也有 CNN、BBC 等欧美媒体，都报道台湾发生大地震。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咧首相官舍的网站顶头，向台湾表达慰问，也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援。直升机为空中摄影，会当看到山坡光光，显示发生严重的山崩。台湾花莲初三发生强烈地震，引发国际媒体关心。各国媒体拢报道台湾地震的消息。路透社用标题规模7.2地震撼动台湾，引用台湾内政部消防署的画面，报道地震造成花莲山崩，也访问台湾民众。很厉害，然后我们家门口的机车都倒了，然后我就赶快关瓦斯、关电源。把大门打开。其余的外国媒体像 CNN、BBC 甲法兰西24电视台，即欧美媒体还有半岛电视台，拢用25天来台湾上强的地震这字词来报道花莲的地震信息。而 BBC 英国广播公司嘛报道震灾死亡人数增加的数字。法兰西24电视台是讲到中国上海甲沿海省份拢有感受到这场地震。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搁伫首相官邸网站对台湾地震表达慰问，感谢台湾伫3.1甲零丁地震对日本的协助，表示愿意为台湾提供必要的援助。因为日本 Okinawa 一度因为台湾地震发布海啸警报，日本自卫队就和 F-15架战机飞去了收集地震的资讯，另外和航空自卫队恩纳分屯基地接收去避难的居民。虽然暂时日本 Okinawa 已经解除海啸警报，也毋过日本真侪航空公司，包括全日空、日航，拢宣布取消飞往 Okinawa 的国内线航班，估计差不多有63航班取消，影响旅客达到11000多人。国际新闻台是董炳玉。有一位民众用暴力的方式伫咧环岛，说伫咧大高电线二回磅空北口的所在，或者地动连落来石头击着，倒病大腿骨折，送病院急救。目前这苏花路龙是全线封锁的。也若讲到宜兰太平山园区，因为这路面逼开，也有崩山，车库进前是无对外开放。消防警员甲民众扛起冷桥，紧急送病院。4月初3的大地震，苏花路龙一直有石头落落来，民众行路宽道的过程当中，伫大九电线二华磅空北边出口，叫石头拱着，倒脚大腿长去。另外，在苏花改路段和平溪桥的河川桥伸缩缝有隆起大概20公分左右。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做排除。苏花改和平溪桥春秋的旁，产生20公分的落差。公路局接叫抢修，因为大清水段严重崩起，苏花路龙全线持续封起来。敢若开放救灾，甲在地居民的车通通行。也若苏花改所有入口嘛进行管制。太平山的点仔加路，因为大地震比较真厉害，边坡也是持续有石头落落来。为着保障太平山蹦车通行的安全，园区的人员针对铁基路详细检查。太平山园区嘛宣布4月初5进前会封起来征收。我们有发现持续性的一个边坡落石，还有就是将近有数十段的一个就是道路有裂开的一个情形。龟山岛龟首地震了后，发生大量的土石崩落来，龟片规个无去，附近的渔船看就是惊一条。
南澳蚵仔渔港因为地震发生差不多2公尺悬海涌的落差，海水先向外海流，结果大量跃入来港内，渔船对海涌流来流去，扩来扩去，造成部分的损害。加在这的灾情拢无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发生大地震，伫新竹的震度也有5弱的级数。新竹区航园区的厂商为着要确保人员的安全，已照公司停事启动相关的疏开措施。管理局也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另外，伫新竹地区也传出大灾情，有学生或者教室落来天棚喊着头，随送病院。受到地震影响，航园区员工穿无尘衫，就赶紧走出来。都惊地震愈来愈严重，全部拢踮外口，唔敢入去公司，因为地震发生在上班时间，园区道路别大塞车。航园区管理局也赶紧成立紧急应变中心，台积电也考量安全性，宣布目前各地长的时间的工地，要等待安全检查通过了后，再当继续施工。咱新竹有学校透早有学生因为地震，去互教室内底落落来天棚，喊着脱壳，学校赶紧甲学生送病院，也宣布学校停止上课。对，因为地震花板砸下来，紧急进来头部流血受伤，那紧急启动紧急照护流程，通知119及导师及家长。另外，阳明交通大学的图书馆也因为地震的关系，内底的册全部拢落到涂骹。好佳在地震的时，图书馆也未对外开放，所以并无学生受伤。现场如苍苍，可见这届的地震真正有够大。早上的时候，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在开馆当中，所以还没有读者进来，所以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预计大概礼拜1会全馆动员来做整理。另外，新竹也有民众早起去爬山，发现在桃园参新竹交界石鼓山原底有刻立的地标，因为地震已经裂开变做2半。政府也提醒民众，这几天各会有地震尾，山区土石因为地震无稳，乡亲最近嘛较莫挖进山区，较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这届大地震有7.2的规模，全台湾拢感觉讲这土骹是真害。彰化上界大的震度也有达到5弱的级数。伫埔盐乡就一栋100多年的土埆厝，或者地震摇甲贵的是倒去，加在是无造成这人员的伤亡。乡公所也赶紧thiết立居民，所来会协助相关的重建。原本是出入的门口，即阵满世界拢是砖仔角。今仔早起，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彰化上大的震度有达到5弱的等级。埔盐乡有一栋土埆厝，未堪伫地震咧摇，就安尼放去。地震我都出来，若无出来就危险就跌掉。啊，到天叫我出来就较袂要紧啦。啊，我去出来，快咧摇就去倒出来。啊，就规档发生了，今仔加载讲哦，就人无入来，对无人入来，这代志就唔知要哪解决啦。这间土埆厝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住一口罩3个人。当地村长表示，这间厝原本结构都拢有损害，已经无适合住人，但是住户家境较困难，即阵也赶紧通报公所协助煞后的重建。啊，伊就是阮乡的低收入户，啊较艰苦安尼，啊因这种共业的，啊所以幸好是人员平安啊，阮即摆要甲重建，嘿，啊我们有启动那个灾害应变中心，就是管路互阮1万，啊阮公所2万，先互伊去租别位，啊阮即摆才想办法来甲伊重整家园这样子。除了土埆厝倒去，埔盐大有川嘛有旧低调放弃，原本一楼悬的壁面剩无一半，嘛是用插头堵掉的，加强建筑物的安全。中央气象署提醒，未来这几天拢阁会有地震尾，民众爱提悬警觉，唔通挖进危楼，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土耳其上界大的城市伊斯坦布，一间当咧整修的夜店，初二即时当咧整修的时阵，却发生火灾，造成29个人死亡。这死者拢是伫咧整修的工程人员。目前土耳其司法部也甲相关的8个人发出拘捕令，其中3个已经找来问话啊。建筑物突然间呈现大火，风烧甲密密麻麻。土耳其上大城市伊斯坦堡的市中心，一栋16层楼的老厝，地下2层楼是夜总会。这间夜总会为着赶伫开斋节结束的时阵完工，伫当地的时间初二下晡1点左右，建筑工人当伫做内部的装潢的时阵，忽然间是发生大火，造成2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其中有7个人伤势是真严重。死亡的和受伤的，拢是迄当阵当伫整修的工程人员。
起火地点是伫地下室的工地，相对伫几点钟后才甲火势控制掉。土耳其的司法部已经针对这个重大火灾开始调查，包括夜总会的经理、整修工程的负责人，拢总8个人是发出拘捕令，其中3个人已经予拘留讯问。伊斯坦堡的市长嘛对罹难者是表示哀悼，嘛指出讲，这间科阿贝被装潢事情并无申请许可。İçeride yapılan yapı ile ilgili hiçbir tadilat, inşaat başvurusu yok. Tabii yapının içeride altta 2 kat altta olmasından ötürü de biraz görünmeyen bir alan. 为了安全，警方是切断这栋大楼的电力和瓦斯的供应，检查几栋大楼，评估伊的安全性，而且封锁附近的地区。司法部讲，目前已经派3个治安和火灾监测的专家组成专案小组，确认火灾确实发生的原因。另外，土耳其的内政部长嘛已经透过电话向总统埃尔多安来进行这个火灾的简报。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以巴冲突造成加沙走廊200多万人遥期失踪。进前长期援助者实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有7名工作人员获以色列空袭死亡。各类的主线单位着随暂停当地粮食援助，可能会让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变更加严重。美国非营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7个伫加沙地区进行援助工作人员，初日伫以色列空袭当中死亡。以巴冲突互加沙陷入人道危机。世界中央厨房负责分送救济食物予当地民众。官方声明指出，先组织进前已经甲以色列军方协调，载满100多栋粮食军队煞伫离开物资发配仓库时阵拄着攻击。世界中央厨房又再度批评，以军是伫攻击人道主义组织，将药剂当作战争武器，无法度原谅。Thi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here is a need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what happened here, and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committed to that. 死亡世界中央厨房成员分别来自澳洲、英国、波兰、美加象征国籍，加一个巴勒斯坦人。但是发生时阵，因坐应付组织标志的战车，运送上新到加沙食物。受害者少数国家拢要求以色列爱有一个公法。美国总统拜登佫正生气谴责以色列无保护好救援工作者。以色列是伫代志发生了后公开回释的。The strike was not carried o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harming WCK aid workers. It was a mistake that followed a misidentification at night during a war in a very complex conditions. 世界中央厨房这半年来继续透过陆海空3种管道援助加沙走廊。到3月底已经发至少1700台卡车食物加煮物件驾驶，各建立社区厨房服务，有路无厝的民众。即马工作人员死亡，包含世界中央厨房在内，真侪机构拢宣布暂停伫加沙的食物援助行动，引起国外忧虑当地人道情形会更加严重。公司新闻杨安编译。今仔日早起发生的大地震，这花莲市天王星大楼是起到真严重。即马暗时上界新的状况，台记者将议会人就伫咧现场，请议会甲咱说明议会。是主播目前记者所在位置，就是伫花莲天王星大楼遮，会当看到我后壁规栋大楼是已经起，因为伫今仔日透早，台湾是发生7.2的大地震，是搁比9日迄当时搁较大。花莲县嘛是灾情上严重的县市，会当看到这栋天王星大楼已经要40年，是我经花莲旧火车头遮，原本有9层楼遮尔悬，因为地震关系是规个起，目前已经救出20几位的民众，不过也是有一位查某人搁伫内面，因为大楼也是有起的情形，搜救人员入去救援的时阵，根本无法度正常的行路，连边仔的壁刀嘛已经拢闭起，是增加抢救的困难。以上就是花莲地震上新的状况，记者嘛会继续伫遮掌握上新的消息，甲时间交予主播。感谢台记者提供上届新的消息，互咱了解。然后讲到今仔日早起发生规模7.2的这大地震，副总统赖清德下晡赶去花莲了解目前上届新的灾情，也有抢救的这个情形。赖清德强调，目前第一爱做的就是把这抢救放大声，另外最限电的问题也要爱赶紧抢修。另外讲到这场地震也造成花莲这个空军的花莲基地修护病厂内面6架 F-16，也有2架F-5型战机外配去入掉，但是无影响到战备的进步。
因为强烈地动，花莲加州东西区副总统赖清德临时取消中常会，头先到倒去的天王星大楼。民生的公共设施要尽速恢复，这包括交通啦、水啦、电啦。那目前根据交通部的报告，在明天台铁的东部干线，明天早上就可以单线双向通车。伊指出，目前除了水电断气的问题，爱伫上紧的时间来抢修，佮以抢救做第一优先，然后过去花莲路中了解地动了后的状况，因为后方不止建筑物结构受损，世界因看到地动落落去的砖仔甲土角，冷气外机也特别落落。空军花莲基地要在前，停伫修护片厂内底 F-16型机甲 F-5型机表面拢小可切伤。6架 F-16型机及2架 F-5型机。因地震滑动触及工作架等，造成表面轻微擦伤，经检测并无影响机身，均可立即修复，不影响战备任务。地震后小甲重建工作，副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央也全力协助地方，爱安定民众，中央政府会付租金补贴，协助地方政府行出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的灾情，伫新店山区有车路崩塌，地基拢规个空气，八间人家厝是强要倒，有13名住户互救出来。新北市长侯友宜赶到现场，针对社区500多户的重新评估，若准爱撤离就爱赶紧来撤离。另外，伫土城也有一栋大楼起气更紧走出来，赶紧疏开157个人，有86户申请安置。也若伫咧中和有一间硬雪抢绑起，4名员工经过抢救也拢救出来啊。新店山区的路大面积崩塌，地区空气真侪车队路有8间面体，都伫咧崩塌的边仔，都惊有地动尾厝恐惊会出落去。这是新店安泰路灾情，好佳在13个住户有逃出来，讲比91大地动搁较大。太大力了，跑出来外面就走从那个掏空那边过去。崩塌的所在，高木桥表示用钢规砖阻止土继续崩，厝空的部分用蓝孔贴做火加固支持。另外，夜起救灾便当，调动机具协助居民刷车。新北市长侯友宜到现场指示爱撤离就撤离，灾损同步处理。把整个社区有500多户，那我们做好在整个房屋的安全上以及坡地的生态上做好重新的评估，该预防性撤离的，我们都会今天把它做好。土城一栋大楼因为地震害甲伤厉害，更紧外楼，大楼歪起，有结构安全记录。市府第时间赶紧疏散157人，有86户申请安置，协助大旅社饭店。侯友宜强调，结构补强一定会做到位。这边朋友，台北1家亲的居民们，稍微辛苦一下，到旅社跟饭店待一下，那我们会尽速的在检测安全结果没问题以后，可以回家拿东西再拿东西，可以回家住再回家住。中和这间5层楼高的印刷厂也崩落，四员工被护逃出，警方经过3点钟的抢救，全部救出来。现场一共有4个人受伤，1、2楼的部分2男1女，其中有1名男生，我们送双和医院。另外一个受困长达半个小时到40分钟，也可以说从8点多受困但是后来我们了解他在1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把他救援出来。地震也影响新北交通，第64线往上河平的出口，河至长期倒伫路边，只剩一车道经过。有民众伫面册分享伫棒球实践路，入去的大楼有体价这物件落落去。新北市在海应变中心同款提醒做1柜开设，及时应变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的大地震也造成新北市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之间的铁基路脱开，目前这段已经暂停运作。若检查了后，环状线的邦桥站到产业园区站开始运行。另外，也有接送的公车会对产业园区站到大平拉站每一个捷运站拢会停。不过，这高架铁基路规个线位，专家伫咧分析讲，未来要修复，就要用高空吊挂，是增加困难度。到时阵，这个修复时间是真歹去按算的。技术人员是无用在检修扭条，零速03大地震是造成新北市环状线板新站到中原站的轨道线位，景安站是出现列车摆尾，环状线嘛随专线停驶。我就是还蛮依赖环状线这样子然后它现在断掉了，那这样我只能骑脚踏车去。只是板桥到
新庄之间的一个通车的一个方式，我还可以搭公车。新北捷运公司讲，经过抢修和列车测试了后，下晡5点开始运行邦桥站到产业园区站，以单线双向来运行，班局是16分钟。其他没有受影响，公司会陆续去再做进一步的检修哈。那看起来其他的部分，如果小地方把它调整好，就可以采取分段的部分可以先营运。除了分段来通车，嘛扩大环状线免费接送公车来营运。对新北产业园区站到大白拿站，跟天国捷运站，平常时尖峰时间10分到15分会有一班车，对到假日是20分到30分。新北市捷运局嘛强调讲，当地进行防止落落来种地作业。暗算初10早起完成。另外，未来轨道的修复是无时定，一切以安全做上大先。专家分析，因为轨道的高度悬，未来就在空中吊挂难度更较悬。这个区位它的整个高架桥梁的高度其实已经高达8层楼以上的一个高度了，所以相对的施工的一个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出现高架轨道刷位嘛，专家烦恼讲，那最近有规模较大的地动，都要注意防止轨道落落来。上部结构没有连到桥柱了，比较担心是万一刚好又有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余震会掉下来。不过专家嘛讲，原这双桥拢会有强化内震的设计，即摆地动震度大，加上顶悬下骹这边倒边拢在海，有可能造成山位。详细原因阁要进一步来检测。记者综合报道。新北看线，咱来看台北市的部分，这大地有一大工地，厝尾顶的这个吊杆规基是弯起，建商随派人来处理，要工地这个钢筋对顶悬落落来，击到隔壁户厝顶。另外，伫咧这南机场夜市，这的老公屋厝呢是未堪的地动，这条的钢筋拢走出来，规排厝拢危险。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甲有安全记录的建筑物搭红单，有10栋50户爱所开。东北条地动又较真厉害，伫台北市建路一段巷口内工地更紧位悬的所在落落来，其中一个讲到隔壁住户出楼背顶的壁，实在真惊人。有人非常受到角度翕，因价落落来，工地大楼硬蓬蓬，大地一个工地也传出灾情，吊臂弯45度，现场有封锁线，建商根据吊牌吊车来刷掉。好化主体厝顶游泳池，因为海较真厉害，亲像水墙下落来，又反映后大片的泰路浸破去。本届南机场夜市附近老旧公寓受地动影响，内壁北路条外更紧用要流出来，住户是心惊惊。刚买菜回来就开始有轻微的震，很用力震的就赶快跑出来，也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变成这样。楼梯表面被开，整个落落来，现场经过勘查，结果技术鉴定，规排联动建筑物有立即的危险。现场成立前进指挥所，将对有公共安全记录的建筑物搭红单，基于统计有10栋50户需要疏散到附近国小。专家研判这轨道无适合大，爱加强结构体。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是最好不要再居住了，尽量不要进来太久，因为遗症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来。目前的话，户籍资料有70多人，所以现在还在掌握当中。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试着现场来做一个通知。因爱路的大楼也传出民众因为地动受困伫电梯，警方赶到现场安插民众，也公布联络电梯维修人员顺利协助脱困。谢谢。连接上白中正桥也海较真厉害，技术也努力调载。西地高架桥的小客车客运拄到地动，马上减速停驶。桥上饮料店的看板毋是落入去，就是悬空。各地灾情未少，台北市在海应变中心提醒做一级开设。各地灾情有停电、漏水、加速管破气顶，加建筑物损毁，至少11人轻伤，2人重伤。那2位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地震导致的乙炔钢瓶倾倒爆破，所以这2名男性工作人员身上有68%烧烫伤，也已经送到台大医院。在报道高单暗时有中心下地主场赛事，反向启动巡检，商场甲影城这2栋发生部分水管脱离，无情还伤亡甲重大灾情。球赛正常举办，会继续检查球场设施。记者综合报道。
这届大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不过所有6个县市的民众无收到地震的国家警报。气象署表示是预估的进度无遐大，才会无发出警报。另外，伫咧西南沿海是有发布海上警报。若讲到这届地震呢，也影响到高雄捷运早起有暂时停驶。哦，刚刚躲在底下，躲在桌子底下。住伫4楼的民众，厝内天棚的吊顶摇来摇去，下晝8點左右發生地震，全台攏有感覺。高雄捷運嘛受影響，停止半點外鐘，因為高雄的進度有4級。剛是慢速行駛，然後過沒多久就說要那個全線暫停了。哦，真的、哦？對。好，有影響到就對了。有要上班。車站大廳，月台攏有真濟人伫咧等車。高雄捷運與高雄輕軌依照 SOP 立即停車，等到地震停止之後，車輛進站先請旅客下車，暫停營運。高雄捷運公司表示，捷運和輕鐵攏照標準流程巡檢了後，所有的車輛設備攏正常。輕鐵和捷運分別伫8點21分和8點34分了後正常營運。不過，這邊的進度有4級，大部分的高雄民眾攏發現無收到國家警報。搖的當下也沒有立即收到啦，那可能有慢了一點，那沒有收到地震警報是比較奇怪一點。我也覺得有點錯愕，為什麼沒有地震的警報，直接就是海嘯？氣象署表示，有的縣市實際進度到4級，不過預估的進度無到位，所以無發布警報。地震中心會繼續檢討改進，不過有針對西南沿海發布海洋警報。我們這邊地震不是在我們震央，它不是在我們台灣的路上，是在外海。震央的話，比我們就比較不會影響啊。連園沿海民眾都有收到海洋警報，氣象署嘛提醒民眾盡量愛到較懸的所在避難，嘛愛離開海邊。記者高雄綜合報道。來看台南關廟的南向路二段受到這地震影響，水道水管線破去，造成積水。另外，嘉義當少有4000多戶失電。也若講到這台南的科學園區是無受到影響。大量的水道水對塗骹溢出來，規個車路水是即個真嚴重。相關人員嘛趕緊指揮交通。早起7點58分，花蓮發生7.2的大地震。台南雖然無重大的災害，不過上大的震度嘛有4級。造成關廟區一路段水管排氣零件落去，車路是規個做大水。這種種子，這個水的顏色都是黑色，很黑，一下子就這樣子，啊，就是很大呢。愈下愈大，剛安尼就對啊啦。沒有，一下就很大了。水會破起來，啊，然後開始無你落清潔水，啊，外個跑過的水，啊，外個無清潔水安尼啊。我們在跳上去的時候，可能那一根插銷是歪掉或是卡住了。那我們現在人員趕過去就是要處理這個。若是我研判的這樣的方式的話，那處理起來會相對的簡單容易很多，而且甚至於應該也不會去停到水。經過自來水公司搶修頂部操10點的修理好勢，唔那台南嘉義的民眾嘛感覺地震厲害，都有賣場的監視器翕到大量的商品落落去塗骹。也當朝這邊是變電所出問題，造成4000多戶失電。加在早起8點55分，電動總來。也嘉義台南高鐵站是因為地震尾降級運轉。倒了很多東西，然後也有一些玻璃碎掉，輕鋼架也掉了。另外，台南科學園區管理局表示，講搶修地震儀嘛，測到震度大約4級，不過目前園區搶修回報攏無影響。記者台南嘉義報道。立命大師張照堂昨過身，食到81歲，伊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影像創作者，無論是靜態攝影、翕紀錄片、劇情片，攏有真懸的成就。伊自1968年開始，以台灣本土文化為主拍紀錄片，伊透過影像對當代社會現象和處境提出觀點，也個一個關懷。也因為要感念張照堂的付出，文化部表示要請總統命令保養。所以拍的一般大部分是街頭的角落啦、人的生活啦、人的樣貌，那個叫做社會風景。心理風景其實是比較像從我這邊出發去看出去的世界、看出去的人。張照堂一生從事影像創作，不論是靜態攝影、拍紀錄片、劇情片，伊攏開創出伊獨有的風格。伊捌摕過國家文藝獎、金馬獎終身成就獎。張照堂自1968年入去到電視台做攝影，嘛開始拍紀錄片。伊的鏡頭對準台灣本土文化，親像大甲媽當後頭厝、講厝、王尊正典，攏是伊早期真出名的作品。那當然進入電視台工作之後，你才
看到很多社会的问题啦、人的问题嘛，那些东西才会让你思考说，真正人的样子是什么。张照堂1943年伫邦桥出世，是台大土木系毕业。不过，伊对摄影有真大兴趣，捌伫中视、公司和超市等等食头路过。制作袂少关怀弱势的节目，也互伊深入思考社会问题。这导演亲像黄信桥、做文革拢是伊的徒弟。做文革表示，老师是一个对作品正认真严肃的人，也总是互伊的学生上大的支持和鼓励。纪录片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替弱势者发声嘛。只要这个题材做了以后，是对整体的社会或者是对弱势者有帮助的，都给我们最大的支持，让我们去发挥我们的特长。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失去了父亲了。张照堂老师伫4月初2过身，食到81岁。为着纪念张照堂的贡献，文化部表示要请总统明令包容。做文革嘛，希望有一天会当甲张照堂演过的作品重新放起到网络，继续启发济创作者。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教育部举办全国大专校院基本竞赛，今年台语、这演说也有写作的这2项呢，台南有2间大学的学生摕到真好的成绩。其中，成功大学这个培训学生的演说能力，用不同语言来分享观点，也有台南大学的这个学生囡仔呢，对着老师的骹步面烂练写作。即马是有愈来愈侪大学生愿意投入来学簿记。时常出现。我的梦中，迄条是我的故乡。好听歌声，风听甲真入耳，学生用歌声做起头，要啥人听伊咧小解伊的故乡。这毋是唱歌比赛，是当咧练习台语演讲的过程。现代华文系长期培养学生演讲的能力。有教授认为，母语毋敢若开讲才通用，因才开始培训参加语文竞赛的选手。有袂少科系学生拢拼死来学习，这届比赛。嘛有着定。台语是一个会当甲咱华语共款，会当做知识的传播、做知识的传达的一项语言，所以伊甲别个语言其实无啥物差别。咱应该更加爱用台语来做一寡专业的代志，安尼台语较有法度继续去互大家来尊重。华文系蔡教授伊感觉讲吼，会当伫咧台下顶，互台下骹的人听甲耳孔啪，这是爱有真侪技巧来去做训练的，所以阮是以安尼出发点来训练学生。大学面前咧推测簿记，即阵有初步的成果啊。但大学共款有老师用休困的时间陪学生一步一脚印咧练写作，起头因先宣布文章为重点，尾手才个落笔写文章。学生毋干那比赛尔，包人开始应用台语文写台语诗。一开始就是常会写唔到字，所以老师咧改我的作文的时阵就会有足侪红字伫，后来就是较顺手。话是风，字是宗嘛。你若无经过即个书写，你真歹甲即个文化的底底家留落来。啊，你若敢若讲啊，就会晓讲就好啊。这是一种对语言来讲是一种不公平的讲法啦。为着互台语更加全面性普遍化，侪老师落苦心咧团团。台南大学帮老师讲，因培训愿意来学的囡仔，就哪亲像咧夜景，伊希望学生未来拢通成做大壮的小仔，互台语未来有好音乐，才会光明大拍尾。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绘本是真侪囡仔接触到这个世界方式，这几年有愈来愈侪绘本作家开始用台语文创作。这绘本作家多落地长期以来投入绘本的创作甲推测，即卖也开始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啊。最近也出版头一本的台语文绘本。甲阿米亚做伙跳绳的时阵，无公平，有失。古锥趣味的图，加上简单的语句，佮有台华双语的文字，这是多落地出版的头一本台语文绘本，无公平。我画一只狮仔，2只花豹，毋过空桥帮是平。作者用动物做主角，配合囡仔人生活中接拄到的情景，互囡仔家己去感受，安怎合作公平，啥物又阁是无公平。多落地认为，通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是一件真亲切的代志，也希望透过绘本，互囡仔感受台语趣味的所在。希望我做台语文的绘本，会当互因体会甲感受到讲啊，原来台语讲故事会当遮尔好听，用台语来读故事，搁较亲近。
平仔出版过台文绘本的作家黄玉琴认为，毋那是囡仔，大人若想要甲台语捡回来，看绘本就是真好的方式。若讲到创作，伊也表示，家己头起先是看到人出台语绘本，感觉输人毋输阵，就安尼开始投入创作。我嘛希望讲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吼，有人看到讲啊，这袂歹，啊，咱嘛来做，啊，有来做，搁较侪人看，啊，搁较侪人做，是较好的代志安尼。黄玉琴表示，虽望即马有愈来愈侪台语文绘本咧出版，毋过比例也是无算侪，好的作品永远拢嫌无够，望大家一个揪一个，互搁较侪人投入台语绘本的创作。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作风车儿童剧团伫咧儿童节进前，专工来到家己的中部国小，用戏剧演出的方式，互囡仔透过表演学习到防范毒品加校园霸凌观念。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里面加了毒品在里头，就变成了毒零食、毒奶茶，所谓的新兴毒品剧团演员演学校内底的故事，甲国小的囡仔认捌校园安全爱注意的代志。学校表示，校园安全的知识透过儿童剧团的表演，会当互囡仔有较深的印象。用戏剧演出的方式，互咱的囡仔，伫咧看咱这个儿童剧的时阵，非常的欢喜。时间买使去学着讲，后个咱拄着一寡毒品，它的一些诱惑，咱会使来知影要安怎家己所补。为校园霸凌甲毒品的危害，左风车剧团用精彩故事甲演出，互下骹囡仔看甲真入迷。剧团表示，戏剧的内容就是希望囡仔对校园安全、社会议题有一寡无同的启发。全台湾有很多的小学，我们希望能够每一间的小学都能够去到，然后借由这样子艺术，用艺术的表演戏剧的方式让他们得到平常在生活上的知识也好，或是有相对的议题的演出。那我觉得那个对孩子的启发是非常不太一样。伫儿童节进前，校园安全的宣导结合艺术的表演，校长讲，这种互动性的戏剧体验，增加的学校过去较无机会举办，有这款机会真好，囡仔的笑容甲回应，就是上好的答案。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2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9度。下个未来3项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